超過50萬示威者星期日聚集到開羅解放廣場一帶，佢哋揮動國旗同標語，要求穆爾西落台，重新舉行國會大選。示威者不滿穆爾西過去1年嘅專制統治，無法改善經濟同高失業率，仲聲言會一直留守廣場抗爭。部分示威者衝擊市內穆爾西所屬嘅穆斯林兄弟會總部，向大樓投擲燃燒彈。當局派出保安部隊到場驅趕。埃及軍方估計，全國各地有超過1400萬人示威，係自前年推翻穆巴拉克政府以嚟人數最多嘅一次。喺中部艾斯尤特省，有反政府示威者遭到穆爾西嘅支持者槍擊，造成死傷。總統府發言人呼籲反對派同政府對話，化解危機，又否認會改組內閣。穆爾西早前表明唔會屈服辭職，又話埃及唔會發生第2次革命，而佢同屋企人已經搬入共和國衛隊喺開羅嘅總部，接受軍方保護，避免遭到襲擊。有反對派領袖要求軍方介入，將穆爾西趕落台。香港寬頻電視記者李漢文報道。